環境衛生嘅問題咧，正正係我哋每日要面對嘅問題。我認為係要快要準，盡快解決市民嘅問題，盡量唔好俾問題留過夜。就算你當天解決唔到，麻煩唔該俾個適切嘅方案我。另外，我要精準，要治標治本，唔好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，要揾方法徹底去處理。另外，解決環境衛生問題好多時都要跨部門去協作，先能夠得見成效。我喺地區裏面，除咗係擔當市民同埋呢一個嘅政府嘅溝通橋梁，我經常都擔當部門同埋部門之間嘅協作橋梁，為民生做實事，實事求是。舉個例子，東涌道咧有幾個呢個垃圾站，其中個垃圾站咧，就我哋收到呢個市民嗰個反應同埋投訴，就話咩呢？垃圾車每日夾垃圾夾咗個大咕窿出嚟喺個地下，有成3、4尺，變咗堆滿垃圾，有鼠患有蚊患。我哋約部門去即時去實地視察，部門啟動咗個高效嘅工作態度，即刻將個窿填咗，優化咗附近呢一個嘅環境，令到呢一個堆積垃圾同埋鼠患同埋蚊患嘅問題解決咗。我哋睇到部門高效嘅工作態度，呢一個態度可以套用喺每一個區份，可以套用喺離島，可以套用喺中西區，可以套用喺南區。我哋每件事都要盡快去為市民解決，急難愁盼。多謝各位。